请坐。你是蒙福的儿女吗？感谢神哦，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成为蒙福的儿女。记载在我们以弗所书的第6章1到4节哦。来，只有4节，我们一起来念哦，一起来念。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1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做父母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感谢主哦，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有教导，对不对？不是说你都爱听北部为而已哦，没有哦。神的话告诉我们，都是如何在我们不同的角色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哦。那今天透过孝亲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的距离，还有呢，我们跟父母、祖父母哦。特别是下个礼拜啦哦，因为下个礼拜牧师在花莲说，我们提早一个主日，我们来庆祝这个孝亲主日也叫祖父母节哦。祖父母节是在每年8月的第4主日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社会老化的很严重，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的老化占全世界第几名？知道吗？知道吗？有人说第3，还有没有？第2，有没有第1的？你知道吗？我们OK， 来，先暂停一下。我们先为这些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有看到生力军，对不对？来呀，快来啊！如果没有年轻人的成长加入哦，如果少子化，你知道吗？老化的更快老化的更快。原来你刚才跟我比的是这样，但是我都没有看到你们哈。我们这个 patient 哦，我以为我穿的不整齐。OK 哦，所以这就是沟通，你知道吗？代间的沟通 ，OK 所以有沟到，我看到他们走进来哦。我们要一起为他们来祝福哦，这个培训营哦要开始了哦，这些都是同工，然后带领这个新世代的这一些的年轻人。我刚才讲到哦，老化的很严重，2025哦是超高龄本来是高龄社会，跟你旁边说2025就是全世界第1超高龄社会了哦，2025哦。所以我们是拿到全世界的 No.1， 但是这个好不好？跟你旁边说不好哦。少子化，如果现在要结婚的多生一点好不好？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感谢主。所以在座的有多少是祖父母？举手一下。都不敢表达。有举高一点嘛，这是很荣耀的，对不对？好，请放下好不好？我们要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来祝福，差遣他们成为这世代年轻人，透过 passion 营。什么叫 passion？ 热情、热忱，对这位神有热忱，对人有热忱对年轻人有没有失去热忱？透过他们有热忱去怎样感染他们？我邀请大家举起你的手来，举起你的手，好不好？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音乐？举起你的手，我们来祷告，来为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这世代能够成为光，成为盐。开你的口来，开你的口，祝福他们。不要小看他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这些世代年轻人的榜样。哈利路亚！
主啊，你喜爱这些年轻人，你不只喜爱孩子来亲近你，儿童来亲近你，你也喜爱这些年轻人。你的话也叫他们不跟随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你的话也要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人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使用这些年轻人，影响这个世代，影响他们的同侪，影响这一些社区来的这些年轻人。主啊，他们要成为好的榜样，在主里他们要成为一个标杆。奉主的名来祝福，透过 Passion， 透过这个营会，透过青年营，透过他们所做的，要告诉人，这位上帝真的很棒，真的很好，因为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品格。主，我奉你名来祝福，让世界牧师带领这些年轻人，赢得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主，我们要宣告更多年轻人要进入到你的教会，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爱，看见神如何更新他们的心意，让他们所说的能够合乎中道。谢谢耶稣，你将这些年轻人的身心灵摆在你的面前，将他们所策划的活动摆在神你的面前，让这些活动就是要把人带到神你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耶稣，祝福下来，你的圣灵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你怎么样充满你的灵，还有你的智慧给约瑟。我奉你名也祝福，让你的灵充满在他们，让你的智慧浇灌在他们身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奉你名差遣他们进入到人的当中，为了要建立关系，为了要赢得他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再次拍手祝福他们来。下次加个头好吗？OK， 来站呢，后面没有挡住，来你们旁边一点，旁边一点，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出来，不要被挡住。好，拍手来祝福他们。所以老化就是要有年轻人进来，对不对？阿们吗？感谢主哦！我们2025快到了，今年2023呢，还有2年，我们就拿到世界第1。但这个不好吧？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儿女们多生一点多蒙福，对不对？这是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如果神给我们产业，他会为我们负责。阿们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的沟通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在2010年国立中正大学他们就开始来做一些的研究跟发表，就是跨世代互动关系的这样的调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知道祖父母可以记得我们的儿孙儿孙就是儿子不算了，就孙子孙女他的名字占几%？你们知道吗？祖父母可以记得我这些孙子的名字。岳永杰、雪娇姐，你们记得孙子的名字吗？可以了OK， 那你们在这个80.1%里面，好。你们知道吗？这个孙子可以记得祖父母的名字占多少%吗？多少？100%。
你那么有信心哦，还有没有？36.8%。那你知道吗？祖父母记得儿孙的生日生日这个又比较难哦，占几%？18%，只要领18%是不是？OK， 39.3哦。然后呢，孙子孙女记得阿公阿嬷的生日多少？10%，你太高估了。5.8%哦，回去努力一下。如果阿公阿嬷你记得他的生日，Happy Birthday， 他会痛啊，你知道不？他会很喜乐，对不对？永成兄，对不对？如果你的儿孙记得你的生日，对不对？记得啊，很棒哦。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高兴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沟通出了一些的问题哦。那好，那我们知道哦，这是教育部就在2010年哦，那有设立第一届哦，在8月29号就是星期日，所以每年的8月第4个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哦，这个就是第一届的祖父母节哦，我们那个教育部长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祖父母节哦。好，你知道我们在整个世代所谓的代间代一代两代，那间就是中间的间哦，代间就是表示说世代间这个专有名词哦，它的沟通的模式哦，有因为环境变化，我们看到有几种哦，那我们以后也可能成为这某一种第一个是代父母，特别是在单亲的家庭里面，祖父母取代了怎么样？父母的教养权哦，为什么？因为环境的变化、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阿公阿嬷带大的？有没有？有有。OK， 那大概像那个的，我知道你的那个时代大概阿嬷阿公在喂养的时候，对不对？哎呦，很烫，然后，对了对。真的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代你不要觉得恶心但是父母呢看的时候，如果用现在来看，哎呦，好恶心不卫生，对不对？你会跟你的父母讲，哎呀，不要这样所以沟通就会出现问题，你知道吗？对不对？还有活跃的祖父母就是他积极的参与在儿孙的活动里面，但是不取代教养权。明白吗？你很关心你的儿孙，但是不要太介入，因为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教养权回到父母的身上。还有呢，教导型的祖父母，就是他会把传统的家庭伦理价值，然后告诉他的儿孙，然后你要这样做才好社交型的，就是有时候他会参与在他们的活动的当中呢，然后但是不会太深入。不会太过去介入在他们当中。另外就是缺席的祖父母可能我们跟儿孙的互动很少，可能他们在国外，他们因为某种的因素那偶尔但是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成为这样，我可能再过几年我可能也是，对不对？差不多了再过几年都会升格我们的身份嘛那我们可能是这其中的一项那怎么样跟我们的儿孙们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提醒就是说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互动？你知道华人社会说百善什么孝为先然后在孝经里面也有说人之行为莫大于孝。其实回到圣经里面，早就神透过所罗门这个智慧的箴言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完之后呢，仅次于敬畏上帝是什么？就是孝敬父母、孝亲所以今天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6章，提醒我们第1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看到在
特别是今天也表达出，我们不是只有孝亲，而我们做父母或甚至是祖父母的，我们如何不惹儿女的生气哦？这是要很有智慧。如果我们食古不化哦，我们一成不变，可能你就成为这样的人，可能就造成更多的冲突，可能哦一年到头没有人想回来看你，懂吗？对不对？你会成为什么？孤单老人，没有错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不断要做一些的反省，特别是在这个祖父母节或是孝亲主日，我们从2点来看。第一个，当你认识这位上帝，他是赐下什么？赐下孝亲的诫命，并且带着恩典、带着应许、带着让你可以蒙福的诫命。那你要认识，哇，原来这位神那么棒。刚才的现代中文译本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让你事事怎样？哎，你们读过都忘了，亨通，然后呢，长寿，这就是人想要的其中的福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回应哦，遵行。圣经很多的是听不够，要行啊，所以听从。我听完之后，我有没有遵从？这是蒙福很重要的一个应许的管道哦。好，今天我们看来有什么会阻碍我们哦？罗马书的第1章28节到30节告诉我们什么？当你不认识上帝，故意不认识的时候，当你故意不认识，你就不明白他的真理。你不明白他的真理，你能够行出来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读看看，来这一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故意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出来？来，既然人认为不必承认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他们充满着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也充满着嫉妒、凶杀、争斗、诡诈和阴谋。他们造谣，彼此毁谤，他们憎恨上帝，互相侮辱、自夸、惹是生非，不孝顺父母。不孝顺父母，就在当你不认识上帝，当你不认识上帝的诫命的时候，这一些可能充满在人的身上，不是可能，已经有了，甚至会发生在什么？你以为你是基督徒吗？当你不认识，你不承认，你只选这个对你有利的诫命或是经文在读，当你读到那个就自然跳过。神的话在提醒我们，当你不认识或者故意不认识，特别是世代的好多无神论者，你知道在全世界的宗教占排名第一的是哪一个宗教？基督宗教。第二个呢？穆斯林。第三个呢？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已经占了全世界第3大族群。无神论者在表达什么？他不承认这位神。罗马书第1章很清楚告诉我，当他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怎样？任凭出在你了。你有没有说过，当孩子不听从的时候，你再怎么劝他都不听从你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告诉他什么？啊？告诉他什么？凊彩鸟，出在你啊，随便了，任凭。你知道这个任凭就是不管你的啦，恩典撤掉。你本来他享受到你的呵护、你的保护，但是因为任凭，就是把上帝把那个恩典撤掉，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看罗马书第1章，充满着神的怜悯，但是当你不愿意去认识他、荣耀他、感谢他的时候，这样的堕落就进入到人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结果。来，丧尽天良，言而无信，
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无神论者最喜欢这样，是吧？不承认上帝，因为一承认上帝，他的话语、他的规则就好像成为他们的束缚，就好像成为一个他们的拦阻，他们为所欲为、纵欲，他们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他们不喜欢，所以他们不承认这位上帝。不承认，当然就不会去听从。没有听从，就刚才所写的这一些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吗？当然就没有办法。所以凡事亨通，就凡事碰到挫折，碰到阻碍在地。有时候我们牧师有的坏人不是想长寿吗？但是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这样的一个谴责哦。你知道最近云林发生了一件事情吗？云林他的父亲他的同居人父亲的同居人借给他钱，这个没有工作，然后跟他要钱还不出来，心生怨恨，怎样就放火烧了他们的家，死了几个人？3个，这才这几天的新闻而已。我们看到，因为不认识神，不听从，所以呢，丧尽天良。他已经没有良心。我们所说良心去有啥？去有告包去啊！你知道，良心被狗吃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知道，但是不改善我们不改善代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关系，那就会造成一些的冲突。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一下他带他的女儿去买这个牛仔裤哦。买牛仔裤，他们会看什么样的牛仔裤，你知道吗？破康的哦，然后还要跟人家破不一样。如果都破到膝盖这个会撞衫，你知道撞裤就要破的不一样。好，那过年的时候就带他的儿女回去那个过年嘛这个阿嬷看到大过年的你给我穿一条破裤子，我不给你红包。哇，怎么办？要换掉吗？还是把阿嬷换掉？所以这个就沟通就出了问题，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沟通的代沟的问题在过去50-60年前其实很少。为什么？因为整个环境、世代或者这些的事物在变化比较慢。那现在呢？变化太快了，对不对？一切讲求什么？食物讲究什么？素食然后呢，我们看手机最近几要出来 iPhone 几哎呦，你们都有在关注一年就一直出，对不对？然后很多事物就一直在变化淘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在这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的这个米德他就提出了他的著作，就是代沟了。就是因为过去在经济基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还有文化传承等等这些，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是比较缓慢的，所以才不会像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些的代沟。那我们这些年长者很棒，他们来到教会，每一天1到5他们有什么预防失能失智啦，还有一些医学的课程还有手作等等这一些，还有甚至有我们松大，对不对？松大有教导很多，有一些语文的、律动的，还有手机我看到他们很认真在学习透过这样，他们能够怎样在学习，然后合唱团等等这些他们就会怎样更新他们 renew 他们自己的内在，你知道吗？他们可以跟得上时代。为了要跟他的儿孙们沟通，他们要学会手机，然后学会做影片，然后怎样所以他们不会被淘汰那如果说我老了，我不学习然后你怎么样去跟这一些的儿孙对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会产生世代间的一个沟通不良的问题王先生87岁，王太太86岁。王先生是老师退休，王太太是教幼稚园退休。他有3个子女，
一个老大是留德的博士哦，结果到了德国就娶了国外的女子，然后建立他的家庭就没有回来了哦。那老二女的她也嫁了，就到别人家嘛。小儿子他留美，然后电机的博士本来要在美国定居，后来因为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后来搬回到这个台湾。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王老先生跟王老太太就跟他的小儿子住好来住3代同堂，因为他也有3个儿女嘛哦，这个小儿子有3个儿女，所以3代同堂住在一起。有一天呢，这个王老先生看到这个儿子出门的时候房间的电灯不关，他就念了一下，说：“哎呀，你要节约能源，你的电灯就要把它关掉。”儿子说：“管那么多干嘛？哦，这个不重要啦，对我重要赶快要去上班，我重要赶快去赚钱哦。”然后因老爸就生气讲。您爸以前怎样省吃俭用然后节俭，然后供你读书留学那都是因为我勤俭节约，然后才有钱供你。你知道这个儿子就这样回答那不重要，你可不可以放手不管？因为他已经长大，那这个爸爸觉得我牺牲自我，然后供你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他面对孩子这样的回应，觉得很失望那个老太太呢，有一天在穿针引线的时候，你知道老了嘛，对不对？老了怎样？穿不过去刚好看到那个孙女来，赶快丽丽来帮我穿个线阿嬷，我现在没有空，我要赶快离开要赶快出去跟人家约好了。但是心里想说，连穿个线多久？那你都不愿意找不到人，所以他心里就很失望。老了啦，没有人怎样理会了，对不对？心里就有那种有那种失落跟哀伤有一天小儿子要做生日的时候他想说：“哎呀，我儿子喜欢吃什么？老妈妈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儿子喜欢吃什么？然后媳妇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然后老妈来下厨儿子说什么？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出去吃好吗？”可能在家庭里面会有这样妈妈好的心意。为儿子庆生，煮一桌丰盛的菜肴，但是儿子说不用那么麻烦。如果没有好的沟通，你怎么不体贴仁义？但如果从另外角度儿子说：“你妈妈也不行，对不对？老了，然后呢照顾自己好的身体嘛，对不对？”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有一些的障碍沟通不良，所以老妈妈就气在心里面。他们2个都是从事教育退休的，所以孩子的儿女他就要管东管西对不对？所以就什么时候要回来穿着啦等等这些就会管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饮食习惯，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吃这个汉堡，对不对？老人家说什么吃那个汉堡有营养不？但孩子说你不懂了，对不对？孙子你不懂，对不对？前天我的小儿子就拿一包potato， 洋芋片了，爸爸，这是我们团购来的，听说不错吃。你想看看我有没有吃？有的举手，没有的举手。我吃了。我就拿了3、4片，谢谢他就走开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说你吃到这个吃什么垃圾食物，对不对？你会造成什么亲子间的失和，以后你就别想吃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你拿着破碗给你的父母吃，我告诉你，以后你就等着拿破碗吃饭，明白吗？
所以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了一些的问题。好，我们回到圣经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看见我们如何在这样得福的应许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领受，我们可以胜过代间之间这样的关系哦。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已经提醒我们，要孝敬父母，你就怎样事事亨通。来念一遍，来，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跟我去过西乃山上的哦，在那个摩西纪念教堂照相，摩西在那边领受10诫啊，2个法版，不管它是一个是4条，一个是6条，或是55这样哦，你知道吗？这个1到4是人对上帝，对吧？1对4是人要敬畏，除了我之外，别不可有怎么样别的神，不可以敬拜偶像等等这一些哦。所以敬畏上帝是最重要的。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一诫命哦，这是5到10诫的当中哦，第一诫命第5诫是什么？当孝敬父母哦，所以使你在地上得以长寿。神多么看重，除了跟他的关系之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孝敬父母。还有第1条带着什么？应许，带着祝福。带着生命的延长，然后带着你凡事每一件事你做的时候亨通，多么重要！所以你孝敬父母，你享受神在你手上所做的能够亨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忘了。第2个，我们看到在这里提醒我们，你知道神的心意，你要听从，你要去做啊。你要回应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儿女们是在做指未成年以前，他们是跟父母住在一起。那现在不一样，但是保罗在提醒我们：你们在主里面哦，如果父母叫你去拜偶像，昨天晚上就有弟兄在回应哦。我说，如果我们第1个没有敬畏神，你去敬拜，我们的信仰是回归到本源啊，敬畏神是孝顺我们生命的源头。如果下面歪掉了、偏离了，我们要不要跟从？我们要在主里哦。如果他叫你去做坏事，父母叫你做坏事，要不要听从？当然不要听从。如果他要为了你好，做了好了，当然你要听从。但是保罗进一步的在提醒我们，做儿女的，特别是与父母同住的，在主里要听从。如果他的教导是合乎圣经、合乎神的话、合乎神的真理，他是让你能够进入到蒙福恩典里面，那要不要听？当然要听。如果你不听的话，那咒诅就等在门外，要进入到你的门内。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最亲近的生我们的，我们怎么去孝顺孝敬哦？但是哦，还是有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改变啊，对不对？我们要改变。如果那个阿嬷啊，如果那个孙女，她能够自我有一些的调整心态，这个孙女啊，年轻人穿线很快，对不对？几秒钟嘛，对不对？如果她肯调整一下。他可能愿意花这几秒钟，是不是会改善整个关系啊？如果这个妈妈她会为儿子想，对不对？如果她操劳，然后累了喊累了啊，又要看医生，又要怎样，对不对？所以如果彼此有为对方想，那我们就看见那个和睦和谐。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就是在主里，然后有那个和睦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调整，有一些的改变，承认他们已经独立了，他们已经成长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了。我们不太介入，不过分介入在他们的教养权里面，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们可以提醒，可能孩子在这方面
不是很好，或是怎样，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而不是你得爱安怎，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哦。第二个，我们尝试有一些倾听，还有尊重，少说教。我们不要像澎湖的丝瓜，你知道吗？什么叫澎湖菜龟？插念插念哦。澎湖丝瓜有10根哦，那在台语的谚语就是10念了哦，就澎湖菜龟哦。就如果他讲一句，你就讲10句，而且都是负面的，他还会不会听你？所以我们这些这阿公阿嬷哦，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如何再按照圣经？然后如果说不听的话怎么办？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神来改变会比较快。你再念10遍、20遍，可能回应还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智慧的这些阿公阿嬷们呢，我们就为他们的儿孙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我帮助大家有一个祷告很重要哦，奉主名捆绑。如果你觉得在他生命、他的行为上不好的，耶稣，我奉你名捆绑这一些离开。他需要什么？奉主的名祝福，奉主的名捆绑不好的，奉主的名释放或祝福他需要的。他需要智慧，他需要有这样的省察的能力，他需要能够怎么样？有智慧去分辨。你为他祷告，最后就是让你的言行举止活出神的样式哦。你看，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对不对？他有这个样。他就学了那个样。今天，如果你对你的父母好，你的儿子们会怎样看？尊荣你，因为你尊荣你的父母，尊荣你的上一辈。如果你不尊荣，他以后也是这样。刚才那个玩那个故事听过嘛？对不对？你看儿子们看什么？对阿公阿嬷不好哦，他一样以后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生命的影响力哦。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整个孝亲主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这个身份。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相信在神的应许里面的福分嘛。你要认识这位神嘛。你读圣经完之后，这位神是怎样的上帝？他做了什么事？他是怎样的？他是慈爱的。刚才的经文说，他的慈爱直到永远，存到永远。这位神是爱你直到永远，他是要你蒙福到永远，他要你的世代是蒙福的。所以，如果你又没有把这样一个信仰交给你的下一代，你就等着他的悖逆。罗马书第1章28节有没有看到？你就等着他忤逆啊！你就等着没有亲情啊！但是如果你可以教导他，你自己明白了，你对你的父母这样，你的儿女以后也会对你这样尊荣、孝顺。所以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更多疼惜啊？你不要尊荣你的长辈，你不要疼爱这些的细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下一辈也会这样跟随你，也会这样效法你。愿主来是否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你知道吗？所以神的爱是要帮助我们蒙福的，神的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有和谐的关系，神的帮助是要让我们家庭建立一个真的看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哦。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我们来祷告吗？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神啊，可以让我心意更新的变化，调整我。说阿公阿嬷的，让我们有智慧，调整我们的自我，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也能够不惹儿女生气，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在主里来教导他们。我看到嘉宏他们夫妇把2个孩子带来虽然他们可能现在不懂，可能跑来跑去，但你知道啊，他把他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才出信没有多久我们要把神的儿女带到他的面前带到他的恩典里面，好不好？让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祝福，来祷告，说神啊，帮助我活出你的爱。我们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哈利路亚，主啊，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他们可能不懂不明白，但是神啊，他们也能够成为恩典的后裔后代。主，我奉你们来祝福，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心意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能够让我们活出你的爱。哇，谢谢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世代，我们知道整个沟通会造成一些的障碍，但是因为在主里，在神的爱，我们要活出神的爱，祝福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丰盛，经历到慈爱。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副歌再来宣告一次，再来唱一次。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再来宣告一遍，来，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我们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谢谢主，你是爱的源头，让我们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当人看见我们所彰显出神的爱，就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就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就知道你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之路里面。谢谢耶稣，透过孝亲主日提醒我们，多久没有跟我们的父母还在的时候，跟他们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主里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不离开神的恩典？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这个世代，让我们有智慧，在代间的沟通当中，成就和睦美好。愿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权势的权柄能力充满在你们身上。愿天父上帝永不改变的慈爱，就好像盾牌保护看顾，让你们出入平安。愿圣灵感动你们，活出神的爱，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